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讲，因为甲伊朗的战争，美国要暂停140亿对台军售案。AMD 超微的执行长苏姿丰宣布要伫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美金，嘛带动今仔台股起899点，要起破42000点。花莲外海昨日开始出现超过50只正大型的海红介海猪，嘉义县的东石有渔民出海，嘛拄到一只白海猪。来看伫川西会结束，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真紧就来针对新一批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伫一场参议院的听证会是表示讲，因为美军爱先考虑到伊朗战争战备的需要，所以先暂停对台军售案。咱的总统府是强调讲，目前是无接到美国方面任何的信息，嘛呼吁国会应该如期来审查国防特别预算。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一礼拜内底公开回应2摆，会当就新的一批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还佫有要和赖总统谈话。不过，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伫咧参议院听证会顶头说讲，因为美军需要优先处理伊朗战争，先暂停这项军售案。We have done som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necessary. 总统，美方有暂停对台军售吗？跟川普通话会继续争取军购吗？面对提问，赖总统无回应。总统府是指出，目前无收到任何相关的消息。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反倒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希望在国会当中有关于军售的条例相关的预算能够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的完成。驻美代表吕大雷接受美国媒体新闻头条的专访，强调中国侵犯台湾的可能性真正存在，台湾会当买武器，嘛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搁较强大台湾，就会当减少中国攻击台湾的机会。不过，国民党立委是认为美方对军购有疑虑，是因为赖总统的台独立场。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因为他会认为你买这个武器是不是为了要发动战争？就是因为赖清德总统他传递了错误的讯息给国际社会，给美国。透过我们在美国的相关的这些外交管道持续来去斡旋，相信说在全力争取之后，那军售的部分还是能够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的武器资产。民进党立委就分析，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的讲法应该是变数还有烦恼，不过并不是最后的定案。军售议题嘛等待台湾甲美国之间正式管道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晶片大厂超微 AMD 的董事长苏姿丰昨宣布讲，要伫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的美金来发展 AI 基础设施，会甲相关的供应链来合作。苏姿丰是讲，这是为着要提前来布局，保证2029年以前的 AI 需求拢有够。超微大动作的投资台湾，嘛带动今仔台股是起899点哦，佮起破42000点。超微 AMD 执行长苏姿丰来台湾第3天参加公开论坛，外界的关心重点伫咧 AMD 拄送去的100亿美金投资大礼，宣布要和足侪台湾厂商来合作，开创机架级 AI 基础设施。规个过程包括先进的封装、基板，还有机架级系统建构。For AMD, our strategy is to lead in high performance and AI computing, and to do that, we must have a very strong supply chain. And we must have very strong partners. So we'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all of our partners here in Taiwan. Yesterday, we hosted a customer symposium with over 150 of our partners. 苏姿丰就透露，甲台湾的厂商会面，也拿这回合作台湾供应链的名单，包括红点名的先进封装测试的日月光、食品、伺服器代工、伟影、伟创等等足侪间公司，其中嘛包括台积电。AMD 最近积极投入使用 CoWoS 3D 封装等等的技术。这个合作是为着要确保2026到2029年有够价的产能。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has all of it together is right here in Taiwan. So we all view that this is really the center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we're bringing out. What we are doing with a number of our partners is to really co-invest such that the capacity is available for ramp later in 2026, but also into 27, 28, and 29. 苏姿丰嘛透露，前期包括摕到土地、建厂，还佫有产能建制，需要长时间的投资。投资趁济消息嘛鼓励台股起起哩，包括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三大宽达领军。另外 ，ABF 再版顶顶族群嘛同款强强滚，大盘搁要去650点，倒转去42000点大关。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电信工会将近200个会员今仔早起去交通部陈情，因要求董事长简志成落台。工会是指出讲，伊伫2024年上任了后，就无佮甲工会来进行劳资协商团体协约嘛已经20档拢毋捌解过咯。工会是强调讲，伊嘛无排除8月要佮来发动上千人的抗议。董事长，立即下台。8月中华电信工会有200个成员聚集伫交通部头前，举牌发口号，要求董事长简志成落台。工会指出，董事长2024年就任后，团体协约、加薪水、劳退提拨、甲延后退休等等议题拢停放，连原本答应的工会补助嘛跳票。遮人的薪水、退休金，甲旧济差有够济，上少是3倍以上。这若到后伊退休的时，会影响伊退休的生活。啊，个咱团体合约已经20年未修改，内底足济，迄个已经不符合法律的问题。工会强调，劳资团体合约20年无修改，真侪条款拢已经过时。另外，工会诉求，劳退提拨率要比照公务员，提悬95%，公司嘛无要回应。工会嘛希望交通部出面解决。交通部是回应讲，会甲陈情书早点去了解。有付出当然要有回馈，但是一切都还是要照程序啦。工会强调，因争取的是对等的协商，但是资方拢急点点。若资方继续放外无要解决问题，打算伫8月份甲抗议规模扩大到9000人，嘛无排除会启动罢工抗争到底。那中华电信是回应讲，今年已经有定额加薪2400块，劳退提拨加上持股的信托，实际上已经有9.75%，嘛强调协商毋捌断站，呼吁工会要理性对话。记者郭清阳、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按圣诞月要去美国访问，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就表示讲，国民党伫外交甲安全问题已经互外界认为讲较倚重中，较无重视美国甲日本这的盟友。嘛，质疑讲国民党的领导改战，敢是等下改变政治的立场。讲郑丽文6月去美国访问的时，是一个真好解释的机会。国民党今仔冇回应。所以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岸稳定的关系。国民党向来是一个维护两岸和平，同时也是支持台湾的国防建设、军售的一个坚实的一个政党。文团会主委是强调讲，川普伫访问中国了后，公开说明讲无支持台独，美国嘛袂为台独来战。这个信号是拢显示讲，美国对台的政策嘛是反对台独，佮维持区域稳定。郑丽文这届去美国访问，会清楚来向美国方面来说明国民党对美的政策，佮两岸政策一贯的立场，嘛是维护台海和平，反对台独，要来推动稳定的两岸关系。再来看，虽然台湾去中国旅游的禁团令佮还未放令，也毋过观光署是统计讲，今年的头一季去中国旅游的比例是超过1.6%，是出国去佚佗第2济的国家敢若输日本。有旅行社嘛红标讲，伫台北旅店的单位带出中国的文化参访团的行程，也毋过业者是强调讲已经提掉了。观光署今仔卖派人去稽查，会进一步来了解。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8月起过，大间旅行社拢打甜一甜的广告文宣，希望会当乘搁较侪旅客。不过有名的5号旅行社煞互人逼出伫个旅店单位带出前往中国大陆的文化参访团的行程，引起争议。业者赶紧对外回应。因为在布展的时候是由厂商来去做张贴的，可能厂商呢他们并没有留意到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误会啊。一切呢旅行社这边呢是符合了主管机关的规范。
业者强调一切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已经贴出可能引起误会的广告文宣。不过，单位顶悬的卡塔罗区也会当看到因中国大陆文化参访团第2人上悬减1万块的文宣。事后业者已经用红笔伫顶悬拍册啊。另外一间旅行社嘛，互人翕到伫香港、澳门的文宣写内蒙古文化参访8日的字样。在政府法规里面，文化参访包括自由行其实是可以的，只是说为了怕说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遵照观光局所规定的事情，那我们也还是以推广自由行为主。旅行社表示，已经贴出相关的广告文宣，嘛坦白讲，希望政府会当赶紧解禁中国的旅游团，因为就算中国旅游团的禁令无放令，民众私底下问的嘛真多，甚至有些旅店的民众坦白讲，想要去中国省，敢来当私底下组团。想去，在这里一定没有，现在没有大陆团呐。然后我们会去，但是我们就是私下旅行社自己去找。现在走私下的多的是，朋友找我才会去啦。观光署发声明指出，旅行业不得招揽无特定的旅客组团去中国团体旅游。已经派人前往勘查，旅行社嘛已经贴出相关的文宣，是不是有招揽的行为，会依照事实查明状况来认定。业者遵守规定，才有办法保障旅客的安全跟他们的一些保障。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呼吁业者，一定要遵照政府的规定。旅行社讲，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第1季台湾人出国前往中国的比例是16.2%，敢若比日本较少，占出国热门地点的第2名，显示民众确实有想要去中国旅游的意愿。希望政府会当赶紧解除中国旅游团的禁令，恢复英国的观光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的东区有2条巷仔，最近出现一个路牌，顶头阁有议员的名。因为年底特别选举咯，外界质疑讲公家的设施哪会真做是政治人物宣传的物件咧？因为有争议哦，即马这路牌已经拆掉了。交通局嘛表示讲，这款哦毋是公家的路牌，会甲地方协调来处理。大楼巷仔口这个红色万字的标志，也有行车平安的提醒。斟酌看，顶面竟然出现政治人物的名。台南东区一路街甲义学路巷仔口，有民众发现路牌下面出现有明代连名的告示牌，年底选举连已到。敏感时机嘛，互外界质疑公家设施变做政治宣传的扛棒，在地有无共看法？路牌另外路牌，啊，伊要讲课另外讲课安尼啦。是有起到警示的效果，还有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拆除。太多，我们是都应该要关心选民的，只是你关心的技巧到底是真关心，还是事实上只在凸显你们各己而已？我觉得这一个是值得我们商榷的点。面对这个议员蔡小美出面驳回，这是迄时路段进行调整，有真济外来游客找无路，当时向市府提出指引，煞卡咧行政规范，落尾才甲里长自费来说，引起争议了后，团队议议嘛已经拆落来。私人的土地、私人的经费都没有用到公务的部分。在私人领域的部分，也是大楼极力希望可以设置的，但是公部门苦无办法。置放了7到8年了，甚至超过1届的任期了。如果王议员现在才发现，那你真的应该好好检讨。明代连名的牌面拢总有2地，交通局讲大楼外面这地并不是公部门设的。主管交通机关嘛坦白讲，这阵的路牌原则上敢若会标示巷路的名称，确实未针对特定门牌号码。后续会通盘了解问题，解决地方需求。私设牌面有的在道路上，有的在私有土地。私有土地则不适用道交条例，后续交通局会再加强盘点必定期。设指引牌规定有较乱，这块指引牌有交通指示和参选人参照会，会互人产生基本，当来考验执法单位的智慧。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农粮署发生霸凌性骚扰案，有查某员工指控讲，伊的主管竟然讲伊敢是辅导农友辅导到眠床顶头啊，害伊长期拢去看精神科，佮讲这个主管定定大细声黑白骂，嘛已经有真侪人离职咯。农粮署嘛表示讲，已经有开始调查咯，会来秉公处理。农粮署女职员出面指控，伊的单位主管伫办公室讨论辅导农友业务的时，竟然公开侮辱讲，当你是辅导农友去到眠床顶啊许，隶属于身心受创伤，爱看身心科，指控主管涉嫌霸凌性骚扰。他说限地是什么？叫他们来办公室啊，这边就是限地，干嘛去限地？是辅导到床上去了吗？对。那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然整个吓傻啦，因为你怎么可以
就是不管你怎么否定我的工作的能力或是什么，你怎么可以做这种羞辱我，甚至是已经是性骚的这种状态？受害女主表示，主管常常伫办公室大声嚷，佮黑白骂一寡有空无损的。伊已经甲另外一名是一个查甫同事，针对这个主管提出性骚扰甲霸凌的申诉。那之后开始一直到我，目前总共有6位离职，就是调职。它原因都是什么？大概是什么？原因就是各种的。农粮署这位是一个员工嘛指出，办公室对去年1月这个主管就任到单，前后有10外人请调，也是被逼提早退休。互人指控的主管再去嘛出面，表示伊无性骚扰甲霸凌的状况，伊对业务甲同事本来就有监督甲管理的责任。当一个主管一定针对我们业务的成绩与成果，或是进度以及整个人员的行政的东西都负有督导管理的责任。我们要看调查的内容啊，如果他调查的很明确，很快就结束，我们是说最慢2个月，并不是说2个月才有结果。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目前专案已经启动调查，调查中爱保密，无方便对外说明细节。若是申诉的内容是事实，就会照规定处理。专案农粮署一定会以公平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警方抓到2件诈骗案哦，有一个59岁，甲一个68岁的车手。真无相共的是，过去的车手哦，拢是少年囡仔。有学者是讲，可能是老大人欠钱，还是讲捌防诈骗，想要搁赚回来。帮讲政府就应该加强宣导，唔通互民众认为讲做车手哦做无当。老大人行入去派出所，前几天啊，伊伫咧屏东火车头要甲被害人交接现金，当场互抓到。你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警察嘛抓到另外一个59岁男性车手，去用抓时阵，身躯有47万的财仔钱。嫌犯受诈骗集团指挥，利用加密通讯软体联系并跨县市流窜取款。高雄警方伫咧今年初到4月底，拢总抓到36个65岁以上的车手。也若警政署去年1月到4月统计资料，全国抓到约13000个车手，其中主要年龄层伫咧12到17岁，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比例虽然较低，毋过嘛有1/5。学者就分析，高龄车手变济现象，可能是因为经济需求，也是捌去用骗，想要趁钱补回来。也毋过诈骗集团对车手用了就赚的概念，可能嘛会用伫咧老大人身上。根据刑法相关的评价当中，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也许他因为可能会是其情可悯，有可能获得比较轻的一个刑度。我想这都是一些诈骗集团很精准的利用年轻的或年老的一个相关的原因啊。学者就认为，车手的年龄可能倾向极端化，主要可能就是因为诈骗集团认定这2种族群拢是会当判较轻的族群。提醒政府对老大人除了防诈观念爱提醒，嘛要强化法治的观念，避免变作是诈骗集团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到台东鹿野乡有一间民宿，有诈骗集团哦，伫个月前1个月以9万块包栋来，互伊正做是诈骗的机房。昨后台东地检署发动搜查，抓到9个嫌犯，马向法院申请羁押。也毋过法官是裁定讲无报请回，地检署嘛表示讲，因会过来提出控告。这个月20号，足侪霹雳小组的警察到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一间民宿来抓人。高雄屏东甲台东的警察嘛斗3工，因为这间民宿内底是藏电信诈骗机房，拢总抓到6个查甫的、3个查某的，拢总9个嫌犯，而且查扣诈骗用的手机啊40支、电脑10台、甲网络电话卡98张等等的证物。警方表示，伫咧清查长期出境早期高风险地区涉案的对象内底，发现有2个早期嫌犯，疑似伫咧柬埔寨经营诈骗机房。最近返来台湾，佮甲其他嫌犯人群勾当，组一个诈骗集团。个月前，以每个月9万块，甲这间民宿税落来，设立下境的诈骗机房。而且惊讶中国的警察甲被害人进行视讯，专门骗香港的民众，已经知影有74个去用骗去。谎称被害人名下有1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
再把电话转给2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警方甲9个嫌犯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审问了后，甲台东地院申请羁押。不过法官认为嫌犯承认罪行，无需要羁押。不过检察官认为嫌犯的犯行是真重大，而且有再犯的记录，要提出控告。遗憾的是法院将全数的被告都无保请回啊，当然有限制住居了哈。那关于这样的决定，本署觉得是不是那么恰当，所以有提起这个抗告的动作这样子。因为台东县的民宿变作是诈骗机房，已经不是第一摆啊。台东地检署就呼吁业者应该过滤登记的厝卡，避免搁发生民宿变作是诈骗机房，影响台东的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下晡有4只中国海警船驶来咱国金门的限制水域，咱国的海巡使用广播甲因赶走。有立委嘛指出讲，中国有可能会利用商用卫星地图来征收咱国的资讯。嘛批评讲，目前台湾的商用地图将对军营等敏感的设施是拢无任何的处理。司法部嘛表示讲，因下晡会来邀请相关的业者来讨论。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与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海巡大声广播驱离，2下晡4只中国海警船分做2组，为烈士南平甲廖罗东南方海域，同时间侵占金门限制水域。海巡艇一对一并航监控，海警船尾手全部驶离开咱的限制水域。除了面对中国铺设地带的侵扰，军事施压，就连商用卫星地图拢可能变作国安破口。为相片会当看到，军事营区的建筑物是红看现现，甚至也阁有中国网友为商用地图截图，甲台湾军事基地标注分析，包括弹药库甲军事设施的位置拢红知啊。立委是指出，除了爱要求业者赶紧把机密设施安起来，历史影像嘛要做伙处理，啊，那么会成做敌方推测咱国战略更新的高风险看旁。图资它是有历史记录，它可以回去看、回去对比，突然出现就新盖的军事设施比对的毫无遮掩，除了要遮蔽影像以外，它连过去的历史影像啊，你都要遮蔽起来。韩国甲法国拢要求商用卫星地图业者对基本设施要进行查查，进前有业者无愿意配合，韩国直接禁止该业者伫境内提供相关功能。立委呼吁政府嘛应当强力管制。在整个的法令或是措施还没有完整之前，把数位的资讯从源头去做一个处理。降解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本身自己的隐蔽、掩蔽、伪装跟设施适当的移动，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那会引导业者采取适当的隐蔽的措施。Apple、Google、Microsoft 这3大国际业者代表开会。司法部强调，2日邀请包括 Google、微软、Apple 等3大商业卫星地图业者，针对包括军事营区等基本设施查查机制进行沟通。未来业者若无积极配合，会用要塞保卫地带法、国土撤回法等法规处理。国防部是强调，会持续强化国军公开资讯管理加风险评估机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针对回答的晶片是有出口的限制，嘛禁止卖到中国。也毋过检调是查到讲，有业者是申买美超微电脑公司有回答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佮用假资料申报出口去中国、香港加澳门哦，计共是赚7500多万。检方约谈3个人到案说明，即马这3个人嘛已经互羁押禁见了。美国为了围堵中国发展 AI 算力，4年前开始启动回答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不过有人冒险，信用的查甫人等3人透过采购美超微电脑公司搭配的回答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涉嫌以无实在物件，将伺服器的型号等关键敏感资料调整、抹除，再个申报出口去中港澳地区。检方拘捕20发动搜查，约谈3人到案，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严办。以不实文件向海关申报出口，涉犯刑法伪造文书等罪，指挥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就被告3人住居所及相关公司等共12处执行搜索。检方发现已经有部分高阶 AI 伺服器出口去中港澳，初步估计不法获利达到7500万。专家分析，回答的高阶晶片科技有精悬的运算能力，要训练大型的语言模型，也是使用在军用电脑，属有美国政府严格管制的战略物资。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本身在算力上来讲，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的。
那所以呢，中国这边当然就会想方设法想要来取得。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就会有人可能就是冒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台湾目前的出口管制只限于跟半导体设备有关系的12项装备是不可以输出的。那对于AI 晶片并没有管制，假造不是高阶晶片，伪造文书大概是目前检方刑事法律的作为了。科技法的学者讲，美国管制辉达的高阶晶片去中国，是因为地缘政治的个案考量，所以互有心人看到中港澳市场有真大需求，透过不管国家还是地区的法令管制差别，出口这的高阶晶片去中国，得到正悬的利润。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2009年有一台对巴西里约要飞去法国巴黎发航班机空难，机顶228人拢不幸过往。这案伫1审的时是判制造商空中巴士甲发航无罪。经过17档的诉讼，巴黎法院将改判这两间财团过失第4罪，成立后就要付新台币800多万的罚金。搜救队伫海洋中真艰难的，甲无人机的尾翼甲残骸扶起来。这件法国航空史上上严重的空难，一审判决的时认定事故主因是飞行员操作不当。判法国航空甲空中巴士无罪，不过伫巴黎上诉法院经过全面终审审理，伫400多页的技术性判决书中指出，制造商甲航空公司伫员工训练甲检测器各种通报方面有明显的疏失，必须爱担全责。总算等到逆转的宣判，为罹难者家属带来安慰。La justice prend enfin en compte la douleur des familles face à un drame collectif d'une brutalité insoutenable. C'est aussi un jugement qu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ondamne des multinationales aéronautiques et place la sécurité au-dessus de toute autre considération économique. 虽邦法官认定发航甲空巴过失致死的罪名成立，不过依法简单地判两间跨国企业各支付上悬22万5千欧元，大约新台币800多万的罚款。互外界批评只是两个财团几分钟内就当赚到的钱。不过家属代表律师无认同刘以形式的讲法，强调这是一场司法公平正义的实质胜利。Et je crois que c'est une grande satisfaction pour les parties civiles parce que les magistrats ont tenu à faire du droit et qu'en équité, il était absolument inconcevable que les parties civiles que nous représentons ne soient pas reconnues comme des victimes. Aujourd'hui, elles sont des victimes. Il y a une responsabilité d'ensemble à la fois d'Airbus et d'Air France et nous sommes particulièrement satisfaits. 针对这项2审定罪判决，法航随后回应要上诉。空巴的委任律师是伫法庭外口发表真硬谈话，讲这项逆转判决欠缺事实甲法律基础，完全偏离公理。空巴当场呛声会上诉到法国最高法院，嘛代表这场17档的世纪官司也未真正落幕。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以色列拜里约，搁再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4人死亡，而且嘛搁炸掉一个医疗中心。عندنا نقطة حد الغارة فسمعنا نحن بالضربة وبشرنا دغري بالعمل على سحب الجرحى والشهداء واليوم جينا لنكمل البحث عن بعض في مفقودين. 这间医疗中心是当地上大医疗机构，受到真严重的攻击。虽然以色列甲黎巴嫩昨日开始是宣布讲要停火45日，也毋过嘛是搁传出未少的攻击事件。官方统计3月初发生冲突以来，造成超过3000个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有超过100万人有路无厝。 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伊朗要交出所有浓缩铀的库存，予美方销毁。也毋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是下令讲禁止浓缩铀送去国外。伊朗阁准备要扩大对荷姆兹海峡监管的范围，嘛拍算要收过路费。美国是强烈谴责，中东的情势搁再加悬，国际油价嘛搁再起。
对顶悬甲看落，德黑兰市区也是真热闹，也毋过市中心的广场甲建筑物的外壁，早就已经挂各种政治宣传海报。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伊朗政府大大咧碰风，讲全国真团结对抗美国，甚至佮用口水图来警惕美国总统 Trump。即卖又佮传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下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袂当运出国外。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伫海上主权方面，也有新的战线。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伫社群平台宣布，即个时阵开始，伫荷姆兹海峡设海上管制区，甲范围扩大，甚至向南去到阿联的战略港口复杂伊哈港。德黑兰强调，任何商船要通过即个管制区域，拢必须爱有许可，而且也要甲人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警告讲，安尼做恐惊会影响美伊谈判。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So it's a threat to the world if they were to try to do that. And it's completely illegal, by the way. 荷姆兹海峡监管的范围扩大，冲突点佫伸出去，加上美伊双方的和谈，因为浓缩铀甲通行费即马佫卡掉咧，地缘政治风险加悬，也互国际油价佫在大震动。公司新闻陈伟玲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是主张讲美国要来掌控格陵兰，引起当地对美国是真不满。美国伫格陵兰的新的领事馆伫昨启用，有几百个当地民众伫外口抗议。嘛，因为美国的特使最近去格陵兰访问，佮表示讲，美国拍算要重新来启用，放伫格陵兰一寡旧的军事基地，这么互当地民众是愈不满。美国伫咧格陵兰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外口，有真侪人举着格陵兰的国旗伫咧抗议。美国新领事馆2日正式启用，因过受到民众反美国情绪的影响，当地政府官员超工会聘，拢无来参加开幕活动。发动示威的代表讲，川普种种对格陵兰的实名态度讲言论，拢无伫咧插格陵兰人家己的想法。But we're here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n't want to be Americans. We have democracy. And in a democratic world, no means no. 川普任命的美国特使兰德瑞，这礼拜去格陵兰进行伊就任了的第一遍访问。虽然美国伫咧一个对格陵兰的争议宣布摆渡武力手段转向外交公道，不过兰德瑞20日伫咧接受法新社专访时阵强调，美国会重新布局，也会重新启用格陵兰的一寡军事基地。I think it's time for the U.S. to put its footprint back on Greenland. I think that you're seeing the president talk about increasing national security operations and repopulating certain bases in Greenland, and I certainly will be sending that message back to the president that everyone that I talk to here in Greenland would love to see the U.S. repopulate those bases. 格陵兰拄伫咧罗西亚甲美国之间的飞弹航线，而且有稀土的矿产、极地新航道一寡战略优势。1951年冷战期间，美国甲丹麦伫北约组织之下签格陵兰防务协定，美国会当伫咧格陵兰进行军事部署。本来格陵兰的美军基地有17座，即马只敢若存伫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最近有媒体报道，美国计划要伫咧格陵兰南部增加3座全新的军事基地，真明显会搁再触动格陵兰的敏感神经，也会互格陵兰搁徛伫咧地缘政治角力的上头前。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再来看北非的摩洛哥，传出讲有建筑物熊熊放弃，至少造成14人死亡，6人受伤。这摆其实当地半冬来第2届有厝放弃，造成性命财产的损失。搜救人员抢时间，伫土石堆当中找找犹阁活落的人。离摩洛哥首都拉巴德东边200公里的第3大城费兹，2日半暝，一栋4到6层楼高的建筑熊熊放起，因为附近人真多，相关单位赶紧撤离民众，有防进一步发生意外。土石堆当中有人是重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倒去的建筑真旧啊，是中世纪80年代起的，已经有40多栋的历史。救援行动直到日时才结束。费兹是摩洛哥真有名的4大风城之一，也是西元8世纪的首都。互人讲做是西方的麦加，甲非洲的雅典，保留中古世纪的风貌。互联合国列做是世界文化遗产，区内有超过9000条巷仔，会当讲是全球上大的迷宫。也毋过嘛，因为城市真旧啊，建筑物有安全的记录。2005年12月，同款伫咧费兹也发生2栋4层楼高的建筑接煞放弃的意外，迄当阵造成上无22个人死亡。放弃的
的原因是违法佮打起哩，也若放弃进前，建筑物已经出现空棚。迄当阵摩洛哥官方就讲，国内拢总有要4万栋建筑是有放弃的风险。也若利用即件事故放弃的原因，检察官已经介入调查。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市松山的一间教室进前举办格斗比赛，一个年均当我30岁细陈的工程师伫比赛时，互对手去拍到头壳，落尾是昏迷，嘛救无回来哦。业者甲这个对手拢互伊过失致死罪上班。警方甲体育局人员一早起来综合格斗教室要进行无预警稽查，不过本来是营业的时间，因所无开门，铁门锁掉的，联络不到业者。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联合稽查。那目前因为场馆没有开，那也联络不到业主，刑事相应的部分我们已经报请我们的检察官，已经在昨天已经相应完毕了。那目前得知的消息是家属对这个案子没有好像没有提出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反应。涉案的场馆伫咧台北上山，16办格斗比赛，不过煞传出意外，一个姓陈的工程师甲同款是新人的4个查甫人对拍，比赛到一半已经无防务动作，裁判停止比赛。虽然比赛后一个3个人，不过身体无爽快去看医生，尾后就人昏去，开刀抢救几多工，20不幸死亡。他现在目前很多是脚毛，对，所以他是说他现在暂时没办法回家。警方初步调查，30岁死者年均1年外，比赛前有签切结书，上场的时阵要穿防护装备，现场要救护人员，尾下检方相验，初步判定死亡原因，敢若是头被重击，头壳内出血而死亡。场馆60岁业者，一个27岁姓寇的对手，和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函上检方侦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比赛需要对你们申请。基本上是。对这件案件，体育局讲，场馆有合法的商业登记，营业项目包括运动训练业，符合场馆设立规范。过来会找时间进行联合稽查，要求业者限期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看中华丰原乡传出讲有狗仔撞入去低调家猪仔，造成农民的损失。东方所是呼吁农民要加强围场的管理甲维护，后续会提供人仔来协助地方掠狗仔。猪仔尾伫壁边，详细看身躯顶竟然有袂少互狗仔咬空喙。中华丰原汉堡村这个月发生狗仔走入去低调夹猪的事件，造成几只猪仔受伤。在地村长表示，附近流浪狗真多，毋但会讲掠，即阵佮攻击动物实在真困扰。牧场遐，即种一堆的啊，有20只、10只吧。就减拢有啦，嘛是会惊啊。问题是怎么处理？已经有发生几啊件对人发生。去个搏斗的代志啦，最近就是伊会撞入去咱即个跳舞场内底，入去内底夹只猪，造成只猪的损失。村长表示，汉堡村有袂少流浪狗，即阵流浪狗除了会撞入去低调夹猪，甚至伫蛤仔收成了后，渔民放水整理窟仔的时阵，走入去窟仔酸肠夹鱼仔夹死，造成农民渔民的损失，嘛惊会有传染病过滤，望相关单位会当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畜牧场加强周边围篱的建制避免让外面的流浪犬跟一些小动物跑到畜牧场。那另外，如果有流浪犬闯入那个畜牧场，因为那个侵犯农民的财产的话，农民可以拨打那个捕犬专线8590010。东方所表示，狗甲猪仔共通的疾病无济，但嘛是呼吁农民渔民加强饲猪场甲鱼温4库冷冻的管理维护，对生物防疫嘛较有利。随后也会提供人仔协助地方掠狗。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桃园去年4月开始要求讲工地挖角要爱设透明的围篱，才袂影响到行车安全。也毋过议员是批评讲新的中卫区拢无受到规范，所以常常发生交通意外。监管处嘛表示讲会要求地主嘛爱遵守新的规定，违法会处罚。围篱内面正伫咧施工，桃园市监管处去年伫咧扫挖角半透通式围篱，掩过民众检举。中立体育园区有工地，也是用密封式传统铁皮围篱，有一寡路段挖角的草啊发甲正悬，在遮过拢看不到迄项的车。在转角的地方用透明的围篱来让死角能看得
清楚一点。转角的地方有的地主还没在新建的时候也有很多杂草。这个围篱啊，那对于交通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安全的疑虑？很多成为这个密闭式的、不透光的这个围篱，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交通以及公安这个部分的安全。要求市政府要全面盘点，针对这种有遮蔽视线的铁皮围篱，必须强制要求改善成为半通透式围篱，同时要把那些遮蔽视线的杂草做修剪。议员批评新的中卫区变作法规三不管地带，密封式的铁皮围篱，国家和一定好无完善，定定出车祸，要求全面清查。对于从化区乱象，建管处已介入了解，未来是否将盘点，并要求所有施作围篱的私人地主，无论是否已经申请建造，只要在转角处就必须配合改善成透视的围篱。警管处讲会全面调查中卫区高地到开工进前的空塘期围篱，若发现无符合规定，会主动查埔处理，要求地主按照规范做，若违规将会查埔开单，保护市民驶车甲行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桥头新市镇3期开发案，今仔是伫内政部中部办公室来举行土地征收审议会议哦。赞成甲反对两派的人伫会前是有淡薄仔冲突。高图书是表示讲，目前是审查的阶段，还阁等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了后，才会有结果。高雄新时代就餐先制，3期再灭糖厂森林，违反法规。环保团体提手夹棒甲标记大声抗议，甲赞成开发民众起口角冲突。警方是伫现场维持秩序。高雄桥仔头新市镇3期中溪开发，大约154公顷公有地会变更做自商建地，其中111道路会将糖厂森林切做2半。日内政部举行土地征收审议会议，款团批评新市镇1、2期简单有10%的进驻率，开发案完全无合理。174公顷的建地里面进驻率加起来只有10%，那你说我还要再开辟，还要再征收154公顷的公有土地，台糖这些森林要把它毁掉，那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包含环景雉、黄鹂、菱角鸮、草鸮、大冠鸠、黑刺鸢、凤头苍蝇、红尾伯劳等这些保育的鸟类所栖息的地方，你把它破坏掉了，我们认为这是不利生态跟永续发展。款团认为，开发除了破坏保育类鸟仔栖地，原有糖厂关公5分车路线甲自行道、桥仔头美术中心嘛消失，已经有38个民间团体联署要求保留森林。不过赞成开发的民众是认为，当地长期互道路塞车甲无发展的问题影响，应该随开始推动，毋是纸上谈兵。阮桥头大部分底下的人都支持第3期的开发，而且这第3期是30年前政府就已经规划好啊。第3期你来用好，用清气，咱来讲看要安怎做，唔得安尼甲对。好，唔是恁纸上谈咩讲纸上谈兵。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来听取，这是第一次我们礼拜1有到现场去会开这个区段征收案的公益性跟必要性的评估报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第一次会议。内政部国土署表示，目前是专案小组审查阶段，已经收到75件订正案，会听各界意见，预计上紧7月举行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才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外海这里开始出现真大阵的海翁甲海猪，数量有超过50只。有当时敢来当看到因的头领领，因亲像是浮起来偷看外口，是真古锥。尤其是讲当看到遐尼大阵实在是真幸运。海面有一大堆乌色的形影，迄就是人咧讲闽南海翁的乌鹅。对2早起开始，伫花莲港北边吉来片顶台外海域，互人发现超过50只。刷落来航班嘛发现因一路误蓝。上海翁的业者表示，今年因红发现的时间有较早一点。通常要在夏天的尾段、秋天开始才会比较常有机会发现的短只领航鲸，大约50多只的群体，并且有母子队向南游。那他们就在港水外面。趣味的是，这阵乌鹅有时阵会伫水面定显徛伫咧姿势，甲头探出水面，四界偷看的动作，亲像嘛咧观察上海翁船的动态。和上海翁的游客是感觉有够古锥，像是那个潜水艇的潜镜，它就升起来，然后看一下海面上有没有什么动静这样子。对，那可能是我们现在是认为说是一种好奇的表现而已啦，它可能没有说
很明确的对应到说它是不是有什么明确的功能或目的才做出这个行为。对，但是那个行为确实很可爱。乌条海洋文教基金会强调，乌鹅分做地基的甲长基的两种，花东外海出现的大部分拢是地基的乌鹅，会伫较深的海域活动。每当5月到10月会方发现，上侪是伫7月。今年出现虽然无较早，不过浮伫水面偷看这个动作，真正是真罕尼看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北海猪肉强要断种了，伫西部沿海是存无到50只。嘉义县当日有渔民出海去拄到一阵北海猪肉，因个对渔船做伙收尾1公里，渔民就用手机甲伊记录落来，咱嘛做伙来看卖。快点过啊！5尾6尾。一边那算白海猪的数量，一边用手机来录影。当初渔民以为我看到真侪尾的白海猪，数量将近要20只，伊赶紧用手机甲珍贵的画面翕落来。我直接就看到10几只、20只咯啊！足爽的，唔只会甲录起来，伊佫足乖哦。佫伫对我的船仔后，佫兼我的耳边后，一直对我指白安尼啊。影片中的海豚经过特征鉴定啊，鉴定是那个就是太平洋驼海豚。那这个又在我们台湾的话，它又叫做台湾白海豚，或者属于中华白海豚。翕到白海猪的是嘉义县东石的渔民，伊出海伫外线顶洲作业的时阵，拄到罕见的白海猪家族。渔民就讲，白海猪佫对伫船仔甲湖边仔的后壁收尾1公里外，已经接近我内海啊。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我们台湾的流域的。那目前在我们台湾的那个四周呢，它大概存活不到50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族群呢，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族群。目前台湾白海猪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来做用要断种，嘛是台湾一级保育类动物。渔民讲白海猪佫号做马祖鱼，伫逐当旧历3月马祖生的前后较看会到，即个会当看到规个家族，互伊感觉家己实在是真好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的山药就伫要大出了，6个分局启动护果专案，警察、民防、义警各社区巡守队做伙出动来巡逻，要来保护农民的财产。由于种山野农民一早起就去园内面工作，由于分局的警察也顺势合区内敢有可疑的人士，而且向过农宣导。这份由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警力、民防、义警加社区的巡守队，早暗巡守果子园，防止有人偷办。认为讲路边就是大家伊就会当办安尼啊。唔知是咱的，唔知讲迄是咱的财产啊。早暗拢有人在巡逻。台南的山野就即要大出，这群农民正等咧买办，惊讲有贼仔来偷办，由警分局除了请农民装监视器感应照明灯，若发现有可疑的人车，是赶紧通报分局。由警分局也边警力协助农民，无定时去果子园内面巡。最近2年偷办的案件只敢若剩2件。近2年护果专案期间发生数持平均为2件。那显见本分局勤务作为与农民的合作防护卓有成效。近期亦针对常见的网购水果诈欺案件加强防诈宣导。有这个山野，互人讲是热片的红宝石，也是山区较有代表性的农产品。最近也真侪诈骗集团伫 FB 等网络社群平台，都用别人的相片假讲是产地直销来诈骗。由警分局请民众将经有公信力的农产行销平台，伫网络顶买唔通贪俗。若拄到有可疑的代志，随卡109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嘉东乡有一丛8重的嘉东树哦，看起来亲像是世界真出名的摩艾石像，所以有真侪人来这翕相打卡。阁有人哦，因为真介意这丛树啊，佮甲边仔的土地买落来起厝，佮提供伊私人的土地来困跨道路，对地方哦是真有心。这个头像鼻子一样，那两个鼻子这样，有没有？啊，就下来就。那个嘴巴下来了。树口碰起来树片啊，下面的部分先下海，乡亲拢伫树仔卡边这丛伫屏东嘉东有100年历史的嘉东树，因为外形足像福华岛的摩艾像，这几年吸引袂少游客来翕相拍卡。有一位高雄的杨小姐来拜访亲戚，看到这丛树，因为拄好树边的厝要卖，就决定买落来，甚至阁甲围墙仔揪起来，互道路较宽，方便民众和游客出入。
我想说这样子居民应该会比较好，而且至少不会撞上它。路本来就是大家在走的，大家方便我就方便啊，因为你撞到那棵树，你要重新种也种不回来。他为了这棵树牺牲差不多60公分哈。嘉东乡长表示，道路粉刷工程已经伫顶个月完工，路块对3米增加到4米半，连原本伫门口的电火条嘛刷去对面，避免视线死角。唔但会当降低交通事故，嘛对地方观光发展有帮助。嘉东乡亲表示，遮的嘉东树拢有年岁啊，有人愿意为着老树啊尽一份心力，居民拢足学乐营销遮的善心举动。咱咧看物件嘛是拢慢慢一直成长起来啊，唔甲看到这样子，安尼遮大丛，这种树啊，较早是规排啦。那我们嘉东乡这个部分呢，艺术家他就是取自一个这个嘉东树，就是我们这一棵嘉东树。对。乡公所目前规划，甲附近的100年嘉东树转水沟游泳池做观光连接，希望让游客亲入地方，带动发展。连嘉东的门牌嘛用这丛嘉东树做代表，希望县府甲中央会使投入更较侪资源，做伙打造在地观光特色。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一个了解在地历史的运动，自去年5月开始全台湾各地高中、大学老师、学生，各有团体真侪人做伙来参加。因除了关心历史，嘛正关心转型正义定义题，那么做伙来了解。因为电影《世纪黑暗》引起争议，今年社会高度关注白色恐怖甲政治迫害的议题。较严时期的政治档案嘛要改变对外公开，历史补课的能量继续在民间摊开。其实自旧年各地都有发起挖掘在地历史运动。2008年到论坛有研究者就提醒，研究7控至9控年代的政治档案也真注意，足侪监控者线面也有防监控的人也搁活咧，袂当看档案写啥就掠准是真的。政治档案的开放嘛，可能造成文书甲伦理冲击。要怎么去意识到档案的有限性，然后甚至人的有限性，在里面交错去做判断？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研究者带来最大挑战。要去看到国家体系内部它的那个复杂性，它里面不同部门之间可能具有的张力，然后你会更好的去 locate 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体制的行为哦。研究者认为，政治档案敢若是历史真相的线索之一。不过，民间在使用的是一定爱得访谈、查证和判断。这场论坛除了对政治档案的讨论，也邀请一个 NGO 团体，像当年办自由路上艺术节的好评文化，甲举办共生音乐节的台湾共生青年协会来分享，亲像历史转型正义议题，在民间实务推动，观察到啥经历啥，那互相交流解决经验。其实这种实体的倡议，你能够更好的去凝聚大家的向心力跟行动力，那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带出去，然后复制出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更往外扩大的一个力量。这场年度论坛组织教育、文化和人权、艺术等无同领域的工作者甲 NGO 团体社群，希望透过互相分享来继续在未来实践历史记忆的教育、延续和再生产，共同来打造公共记忆，推动历史记忆和反省。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AI 人工智慧是发展了真紧对教育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教育部今仔就宣布 AI 人才计划，设计各小到大学 AI 教育课程，嘛规划 AI 师资的培训，除了要让学生学到 AI 的技术，嘛望讲会当培养出 AI 无法度取代的能力。AI 人工智慧已经全面影响咱的生活甲工课。20日，教育部宣布 AI 人才丰州计划正式起稿，除了设计各小一直到大学的 AI 教育课程，同时也规划 AI 师资的培训。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在勾勒那一个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从基础国民教育到高等教育，到终身学习，到师资培育，一系列的。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专家表示，即摆时代已经无同，需要的人才也无同。AI 时代的人才，不是干那会晓用 AI， 是会晓用 AI 来学习管理 AI。专家也指出，台湾已经有上好的硬实力，若是透过 AI 教育培养 AI 人才，那会当互世界看到台湾，台湾未来也会当带领世界。在小国家像台湾 ，AI 的战略意义是非常的清楚的。大国可以用规模取胜，小国要用什么取胜？要用人才密度取胜。那大国可以用资源堆叠，它钱更多哈，它币更大。不过台湾呢，我们通常以及未来呢，都应该用速度、信任、跨区域的整合、跨领域的整合，
还有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育品质来取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2024年已经提出 AI 素养的架构。教育部表示 ，AI 人才丰州计划除了教学生用 AI 解决问题，也会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同理心、团队合作等等，才会 AI 无法度取代的能力。记者郭佑基、邵桂玲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华东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